哥，我就是觉得你在家的时候太少了，我跟你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可是每天你一下工回来，我看你累的那个样，就再也不忍心缠着你说这说那的。这些年我也是一口气硬撑着，工厂还得干，100-200号工人得吃饭，我脑子里这根弦整天绷着。等着吧，等咱俩都老了，我干不动了，咱俩一人一个小马扎，冬天出去晒着太阳，我陪你好好说说话。哎，咱不说这些了，一说这些啊，我觉得人这辈子挺不容易的。就是，吃饭吧，再说就说到伤心处了。哎，彩姐，家驹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，我记下来了，我说你听听啊。家驹说，不管是男人对男人，还是男人对女人，这首先要相互信任，就是信得过对方。这第二步呢，就是相互理解，也就是体谅对方。这最高处啊，就是相互欣赏，也就是你看着我好，我看着你也好。我觉得咱俩就有点这个意思，你看着我好吧，我看着你更好，你说是不是？那，你欣赏家驹吗？非常欣赏。你知道我欣赏家驹什么吗？该不是欣赏他骂不还口吧？不是。家驹最大的好处，他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不能干什么。彩琴，人跟人在一起，特别是男人跟男人在一起，你知道什么最难避免吗？不知道。什么？争。就这一个争字儿，不知道能毁了多少事儿。而家驹却是让。这一个让字儿，要是没有大文化、大学问，比如说像他爹卢老爷子这样的高人点拨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我要饭的时候，满大街的人是我老师；到了你家，咱爹娘是我老师；我干了染厂以后，家驹就是我老师。要是没有家驹这样的人，你想一想，我能干成什么？是啊，家驹他就是好玩。其实我觉得他人挺善的，每次到咱们家来说话啊、笑啊，都跟那亲兄弟似的。真正的高人不像我这样的上蹿下跳、到处乱窜。真正的高人呐，是让你心甘情愿地为他上蹿下跳。家驹就有这么点意思。别叫了，别叫了！老索啊，我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地方，你要把它建成圆的。园子。这个地方是方的。啊，房子。是房子，它是方的。方的。对。哎，老吴，我这样跟他说话累死了。怎么回事，家驹？不是说好今天一大早就来吗？到现在也没来。六哥，咱把厂子卖给藤井吧！昨天晚上一阵乱枪，差点没要了我的命呢。卢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老左，咱们一会儿再商量这个设计方案。哎，老吴，快，老左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好。哎，怎么回事，家驹？六哥，你看，手榴弹啊，昨天晚上扔到我们家的，上面还是字条，让咱滚蛋呢。这藤井怎么变成下三滥了？你个王八蛋！你陈六爷还得陪你再玩一把。家驹啊，你别害怕，藤井这是逼咱尽快卖厂子，咱卖给他就是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明天一早我让王长庚护着你一家老小回张店，
咱们在这儿陪着他玩。他们今天就想走啊！幸亏手榴弹没炸，要是炸了，全家就全完蛋了。我知道，藤井要的不是咱的命，他要的是厂子。这样，你要害怕，你也跟他们一块回张店。我不能扔下你不管呐！我不怕，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？咱陪着藤井一起玩。那也好，把老婆孩子送回张店以后，你搬到我那去住。咱厂子也有枪，我带着金彪住在楼下，你住在楼上，保证没问题。藤井不是要大化染厂吗？给他。快点，上电山。好。哎，家军啊，干嘛非得坐这车？咱这汽车呢？哎呀，汽车的目标太大了，一会儿藤井又派人了，快走！快！给爸爸再见，来。爸爸再见。再见，快！你要小心啊！好。再见，快！大华染厂董事长卢家居宅夜遭枪击，该厂上下萌生退意。三木，社长，大华染厂有什么情况啊？工厂的情况一切照常。我守在卢家居的门前，一直跟他到火车站。他把所有的家眷全都送上了火车，家里只剩下了2个佣人。陈寿亭呢？陈寿亭昨天晚上没有回家，他住在厂里。没有回家？对。他真的害怕了。哼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大华染厂就是我们的了。三木，是，给他打电话，我最后再和他谈一次。是。你好啊，陈先生。你好，藤井先生。哎呀，陈先生，我看你气色不大好啊。我气色能好吗？又是打枪又是扔手榴弹的，我害怕，睡不着觉啊。现在治安是越来越不好了。报纸我看到了，卢先生他好吗？他很好。哦，对了，卢先生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啊。藤井先生，不会是你让人放的枪吧？哎，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？是啊，我也跟家驹说了，咱们和藤井认识10几年了，他是不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。好了，我们谈正题吧。藤井先生，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只要价钱合适，我还会照顾老朋友。好，痛快。你们厂里大部分机器都是我卖给你们的，大概值5、6万。看在咱们多年交往的份上，7万，可以吗？那么地呢？厂房呢？青岛的地不值钱，厂房已经老了。我是在为帝国收中国的工厂，不是我们2个人做生意。这么说，你说话不做主啊？你当然做主，但我要考虑到帝国的利益。7万，够公平的了。藤井先生，就算地不值钱，我那一厂子工人呢？中国的情况你比我都熟悉，在中国最难找的就是技术工人。我这厂子不仅设备运转正常，工人也很能干，你买过来当天就能开工。就算你建新厂很快，你工厂建起来了，你那么多技术工人从哪儿找？除非你从日本带。有道理。8万，不能再涨了。哎，老吴啊，你说这藤井会不会把6哥给扣下来了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，这是谈买卖，怎么能随便扣人呢？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过这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，也该回来了。哎，会不会是汽车坏在路上了？那更不会的，汽车坏了，走回来就行了，没几步。是不是他们还谈着呢？这东初说的真对，这六哥就是死啊，也得先看好哪家的棺材便宜。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给钱就卖呀，还争来争去的，都快急死我了。东家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打个电话给东亚商社。不行，不能坏了六哥的套路。这个电话不能打。藤井先生，咱们认识10多年了。这样，德国人出16万，我给你15万。陈先生，别再玩过去的把戏了，我不会再上你当了。那个德国人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他是个犹太人，德国政府是不会庇护他的，他也不敢买你的工厂。藤井先生，贝格尔是美国人，我已经看过他护照了。啊，当然我不认识外国文，家驹认识啊。那证明不了什么，我会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掉。这我相信，但这与买卖无关。这是上海花旗银行本票，存的是美金，换算过来就是16万。只要我同意，贝格尔就可以签字。我拿了钱就走人了。至于你怎么识的他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确实是真的。14万，这是最高价了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下午就去付款，明天我就接管工厂，行吗？藤井先生，你最近变化很大，我很意外。就冲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就14万，告辞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说。陈先生，大华染厂还是你的。我们合作，干更大的事儿，赚更多的钱，我们在一起发展，好吗？藤井先生，我已经开始在济南建厂了。再说你那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，我就是和你合作，也怕别人说三道四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和我合作，但是我还要做最后的努力。要是有缘分，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。即使我去了济南，我还会继续用你的坯布，好吗？我到济南去看你，那我等着。到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喝酒，你还给我唱日本歌。请。行了，藤井先生，明天我在大华染厂等你。告辞。明天见。社长，生意谈成了。发展，看。喂，哪一位？哦，藤井先生，你好。哦，好。陈树亭真的要把大华卖给藤井了？藤井给咱们来电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他问我元亨什么时候卖。寿亭啊，你这一走，我连个伴儿都没有了。明祖，你别站在这儿发愣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怎么办呢？你快说，咱们卖还是不卖？董事长，东亚商社打来电话，从下月开始停止提供批布了。寿亭又说对了，刘先生，就按咱们商量过的办吧，赶快联系上海六合厂，让他们派人来谈。我这就去。哎，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这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。过了年之后，我跟寿亭长谈了一次。他给我介绍了赵东初，让我联系上海的林家，林家就是六合厂。六合厂不但有纺织厂，还有染厂。前几天寄来了布样，价格低，但是成色还不错。虽然不是国内最好的，但是也不比这个日本布差。头一次用他们的布，我没敢多订，因为国内那几个新厂子知道咱们要的量小，就不敢来。要不是寿亭给我出这个主意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陈寿亭不是说要把厂子卖给德国人，怎么弄来弄去，又卖给藤井了呢？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你没看报纸吗？藤井让人到家居的楼前，又打枪又扔手榴弹。不过寿亭临走时跟我说了，他虽然把大华卖给了藤井，但是他绝对不会让他开工的，不会让藤井来挤咱们。哼，这是哄孩子呢。大华染厂接过来就能干，怎么还说让藤井开不了工？这是怕咱们抢他的买卖，怕咱们把元亨卖给藤井。这人心眼真多。他当时说的咬牙切齿的，非常认真的。明祖，他陈六子走了，青岛就剩咱们自己了，咱们应该好好想想，要不藤井也会上咱们这儿来放枪的。寿亭把大华卖了，可以到济南去开厂子；我把元亨卖了，我干什么去？想想再说吧。哎，明祖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让藤井也入咱们的股，咱们跟他合起来一块干。那我还不如卖了。都说是泱泱中华，天朝上邦，万国求败，都是他妈屁话。中国人自己的中国，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一个外国人逼得走投无路。咱俩可怎么办？这日本人来了，不可能要咱俩残废。是啊，咱得找掌柜的说说这事儿，不能扔下咱们两个不管吧？这天哪，要塌了！东家来了，东家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来工厂？东家，各位工友兄弟们，大华染厂在青岛的营业结束了。这些年有赖于各位工友，大华染厂才蒸蒸日上。我代表我本人和陈寿亭先生。谢谢大家了，给大家鞠躬了啊！东家，工厂卖了，我们到哪吃饭去啊？死也不给日本人干，不给日本干！东家，我从商店给你
到青岛10年了，不能这样走啊！是啊，东家，我们怎么活呀？各位工友兄弟们，我对不住大家呀！啊，日本人到我家去放枪，他们要我的命啊！我卖大华也是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各位们，对不住大家了啊！我给大家谢罪了。陈掌柜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是知道了呀？我们这些人就是为了躲日本鬼子，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青岛。可是你怎么又把我们交给日本人了呢？你不要我们了，你以后叫我们还怎么活呀，掌柜的？我说金彪啊，你还没弄懂个4、5、6，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？你也不想一想，我怎么可能扔下弟兄们自己先走了呢？你看着我怎么办这帮狗日的！金彪，弟兄们都愿意跟我走吗？愿意。掌柜的，你就是走在天边，我们都愿意跟着。那好，你这就下去偷偷告诉弟兄们，让老婆孩子3天以后去济南，费用盘缠算柜上。你们在这儿给他对付1个月，他打也好，骂也好，就是1个月。今天是3月初8。下个月初8晚上，老吴会买好票在火车站等你们。我走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哭，不要闹，我就带着俩残废走。日本人不要残废。我准备留给藤井一座空场。对，临走的时候，我把机器全都给他弄坏了。别，咱千万别惹这麻烦。你只要带着弟兄们顺利出了青岛，就是头功一件。我在济南摆下大席等你们。掌柜的，那现在下边乱成一片了，我现在就去说吧。你叫上王长庚、王世栋几个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人，先把工人们劝散了，就说陈掌柜的另有安排。你千万不要把下个月走人的事儿说出来，你可记住了？记住了。金彪啊，你漂洋过海来到青岛，咱弟兄再遇见，这遇见了就是一个缘分。咱能不能在济南开工厂，能不能留给日本人一座空场，就全靠老弟了。掌柜的，你放心吧，我要是办不成，我就一头撞死。家驹啊，咱在大华一干就是10几年，这猛的一下要走，心里还酸溜溜的。刘哥，抓紧时间走吧，夜长梦多呀。你跟老吴先到车站去等着我，我到车前再看看。你快点啊，老吴。哎，董事长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寿亭不是今天走吗？人呢？陈掌柜的给您捎了一封信。谢谢。明族我兄珍重。寿亭来青岛这些年，与老兄不断争斗，给你添了不少乱，也给你惹了不少麻烦。当初年轻很不懂事，请老兄。掌柜的，上车吧。走。
青龙拜炉汤。好。上回青龙拜炉汤。哟，白爷、钱爷。德胜，这回头跟你们东家说，别老抓药，得多买点福寿膏啊。可白爷，您知道，东家他不抽大烟，不抽大烟还开那个鞋店干什么？啊，他自个儿不抽，可以送人嘛。啊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德顺，光这3副青龙拜毒汤就得5块大洋，怎么？你们掌柜的把我们看成破烂事了？啊，真他娘的死相！可东家说这在万和堂才2毛钱一副，这2块大洋。德顺，咱也认识，你是个伙计，做不了主。你们东家和我们钱爷是同乡，这几年我们也没有逼他。不找他麻烦，不等于不能找他麻烦，他得开窍啊！啊！昨天我们派人去了，他才来抓这3副药。回去告诉你们东家，每月送10块大洋来。啊！10块大洋算是照顾他了，快回去，赶快送来。是。嗨，这土老爸子到济南来开厂。谁呀？你看看。又多了一个送钱的货。红聚印染厂择机开业，厂长陈寿亭诚邀各位莅临。这小子我认识。那次在宴喜楼啊，赵老大、赵老三陪着他喝酒来着。哎，这次他们是在聚丰德。聚丰德。好，到那天啊，咱们去狠狠地敲他一笔。大哥，赵家的买卖在济南府是数1数2的。赵老大人虽和气，但是相当高傲，一般的人根本不放在眼里。他能陪着吃饭，这说明姓陈的有些来头。咱常看见赵老三陪着客人吃饭，可从来没见过赵老大陪过谁。大哥，这事儿还不能办糟了，得先打听打听。你呀，我看是越来越没长进。啊，一个开染厂的有什么能耐呀？啊，打听打听，没那规矩。要在济南开厂设店，这一份咱就得要。洪盛堂就是民间税务局，给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要不就别想安生。大哥，咱是常年吃济南，有些事儿还得悠着点儿。姓赵的能按月给咱钱，这说明他是不愿意多事儿。去年我去天津，运河帮就给我放过话，那话的意思是别让咱把事儿做过了。大哥，这运河帮老大宁五爷跟赵东进关系非同一般，我看咱就是给赵东进个面子，也不要把事情做急了。放屁！这是济南府，要在我济南府做买卖，就得给我上供。运河帮，这赵老大如果真和运河帮有这份交情，他为什么每个月给我送钱呢？这是拉大旗做虎皮，甭管他。大哥，您看着，保证这个姓陈的连个贴子也不给您下。他敢，老子砸了他！起来起来，一大清早你蹲着拉屎呢你？赖早啊？怎么这儿不能蹲啊？走走走走！他妈的，也不睁大眼睛看看这什么地方？掌柜的好，掌柜的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二位觉得这门面比大华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看挺顺眼的。掌柜的，我站这俩感觉可光彩呢。好，光彩就好。家驹，看这新车间怎么样？刘哥，这新厂新车间也算是济南的一景了。弄2个缺胳膊少腿的，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啊？兄弟，这东西有贵贱，人分丑俊的。你得看摆在什么地方。咱这俩残废站在门口，一个少了左手，一个少了右手，这叫哼哈2将。
上下班的工人天天在门口走，心里能不觉得安稳？来往的客商心里也觉得新奇啊。这俩残废就是不用说话，咱的为人，人家一看也就知道了，这厂子有股子人味儿。残了怎么着？咱照样养活着。东俊就受我这招挺高。还是我爹说的对，这本事大小不在读书多少，啊，不仅这样，反而有些人是不能读书。说说看。我爹说有3种人不能读书，一种是钻进书里出不来的人不能读书，第2种是读了书干坏事的人也不能读书，因为有文化人干坏事比没文化的人更多。这第3种呢？哎呀，你别卖关子了，你快说吧。第3种是天分过高的人不能读书，因为天分高啊，读书不但帮不了他的忙，反而会误了他的事儿啊。中国人常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刘邦、朱元璋都是无赖吧？啊，反而他们造反做了皇帝，就是因为读书少。因为读书少，所以他顾虑就少。哎，说了半天，你是变着法在骂我呀？骂我是无赖是不是？不，刘哥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什么不是？掌柜的，东家。老吴啊，以后就不用叫我东家，就叫我家驹就行了啊。那哪成啊？家驹，来里边坐。你说咱这哥仨10多年了，这挺好的。家驹，你说你当哪门子买办？真是。哎，掌柜的好，东家好。啊，掌柜的，东家，这是我侄子文琪，以后啊给您倒茶端水的，伺候您了。小伙子挺精神，谢谢掌柜的。来，家驹坐。掌柜的，您和东家慢慢聊着，我和文琪出去了。哎，去吧。来，家驹拿着，这是你的。六哥，这实在太多了吧？当初我就投了6000大洋，这些年你给了我70、80万，不行，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要。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没有当初这1桶水，活不了我这条大鲤鱼啊；没有当初那6000块大洋，也没有今天这几十万。再说了，你要是不留学德国，长了这么多的见识，你也不可能在青岛买工厂。你不买工厂，我也就去不了青岛。我去不了青岛，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。挣不了钱是小事儿啊，要不是你啊，我现在还是周村街上的一个小染匠。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又能怎么样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没有你那6000大洋啊，就成全不了我陈寿亭。所以说这钱呢，你拿的一点都不多。六哥，我的钱够花了。再说，这厂子刚开业，正需要用钱，我拿着也没用啊。就按我说的办，这还不是全部呢。我把剩余的钱呢，作为你的股份，我9你1。家驹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就冲这么多年你挨的骂，也值这个钱。咱弟兄俩10多年了，再这么推来推去的，可就没有意思了啊！你就装起来吧。我让老吴去新开张的渣打银行啊，给你换成了英镑，你花多少你就换多少，打个电话很方便啊。我看你也可以买点金子，这个银行也卖金子，成色也不错。哎呀，就这么定了。反正这钱呢也是腾宁给的，你回去以后给赵老三打个电话，就说咱们到聚丰德吃个饭，商量商量开业的事儿啊。哎，你再给明祖啊写封信。是咱在青岛坏了人家的买卖，要不是咱们，人家早就发了。什么事儿总是过后想想，觉得自己不对。嗨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反正青岛啊也不是他的。好，我明天就写信。六哥，我去干了买办以后，谁给你念报纸啊？是啊，没有人再给我念报纸了。六哥，我们的广告登出来了。18号开业，还有10天，我们应该再登一次，应该造出一点阵势来。好啊，
你听听我编的广告词啊。别青岛，来济南，染出一片蓝蓝的天，怎么样？染出一片蓝蓝的天。小姐，报纸给您送来了。别青岛，来济南，染出一片蓝蓝天。青岛开染厂的，哎，给我接红炬染厂。啊，对，新开的。喂，是红炬染厂吗？啊，陈掌柜在吗？吃饭去了。啊，我是他的一个朋友。他没女朋友。那好，那我下午再打来吧。哎，我还想问一下，陈掌柜他在青岛的工厂是叫大华染厂吗？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姨妈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，远姨？姨妈，你看，青岛的陈掌柜他来济南开染厂了。哎呀，这下可好了。哎，姨妈，你叫顺子来，那我能明天去请他。哎，不行，我得亲自去。哎，远姨，不就是20块大洋的人情吗？回头加倍给他就是了，还用得着你亲自去请？不用。不行，像他这样的好人，我还就没有见到过。那天要不是人家，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。哎呀，也不全是他呀，这里也有天意呀。天意啊，天意怎么不让我找到长鹤？为什么让小偷偷了我的包？要是真有天意，也是让他来救我的。那天他还喝了酒，走路都打晃的，可他就是不坐车。我在车上坐着，他在地上跑。不行，我得去。哎，像他这样的人，能简单说是20块大洋的人情吗？愿意，不行，至少是今天不行。下午1点，我已经答应了3元染厂的赵老三，人家带着德意志洋行的客人来看你呀。听话，愿意啊。那你叫顺子来，让他先去一趟。远姨，你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红人了，那些做买卖的哪个不想到咱这儿来呀？哼，用不了几天，那个陈掌柜的准来，到时候咱好好招待他不就行了吗？啊？哎，对了，他不是要开业吗？到了那天，咱就给他送份厚礼。这不仅还了他的人情，还给他撑了门面，这多好啊！对呀，我给他来个惊喜。我要好好谢谢这个陈大哥。